卡球算讲是越南的国球，这项运动也已经深深融入越南朋友生活当中。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为了让越南同乡展现运动才能，同时也当互相联络感情。特别是樱花卡球场举办比赛，总共吸引20支队伍，500多位选手报名参加。准备参加这个比赛，就我们以前已经准备很久了，然后我们已经一起练习大概一段时间了，有队就大概3年，我队就5年，还有很多他们已经长久时间一起活动，可能是10几年了，他们活动，他们的感情就都很细心，很爱这种运动的比赛。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举办赛事，促进港乡之间的交流跟友谊，也轻轻凝聚越南同胞在台湾的团结力量。本次的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那经过这次的比赛，除了越南的风土人情和足球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那也让越籍的友人感到台湾社会的多元包容。我们也希望越南的朋友在台湾，除了有一些平常的休闲娱乐之外呢，应该要发展更多运动的兴趣，然后让更加健康，也才可以对整个社会文化交流可以更加有帮助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特别结了非常多的政府的力量包括我们台南市的体育局还有我们的体育总会、足球协会等等，还有万通人力等这些赞助商共同来办了这一次的在全台办了总共将近30场的足球比赛，让全台湾不管在哪一个区域的越南朋友都可以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球赛。这是我们第1届的台越杯越南的足球赛。那我们非常期待未来可以陆续的越多人来加入扩大举办，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越南人在台湾呢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那我们希望透过各种活动让他们赶快融入台湾这个大家庭那今天看到这么多的队伍踊跃报名参加，我们觉得很开心。那我们希望呢透过我们中华这个台越协会，透过我们体育会、足球协会，还有大家的合作，还有各个企业界大家这样支持，可以让台湾越南呢成为真正的一家人。这届比赛分别在台南樱花卡球场、桃园的双连坡，甲台中的泰湾球场举办开业赛。正届队伍8月11日将会代表参加总决赛。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